想揾專屬香港人嘅 hea 團，3年內國際品牌，靚泳池、靚 buffet，落樓就有街行，唔使揾啦。美味假期滿足晒你所有嘅要求。我周老闆做咗30幾年嘅旅遊，好清楚香港遊客嘅需求。平日返工已經好辛苦啦，難得北上啊，梗係要輕鬆下啦，要揾一條優質線路就好重要啦。所以我哋專門推出多士 hea 住遊系列，團費只不過係599起啫，仲有8大保證俾大家嘅。第一，保證入住3年內嘅希爾頓啦、萬豪啦、溫德姆等等嘅國際品牌。第二，享受酒店豐富自助晚餐，充足用餐時間，慢慢傾，慢慢嘆啊。第三樣嘢，提早入住酒店，多啲時間享受酒店嘅設施。第四樣嘢，酒店喺鬧市入邊啊，哇，一落街就有得行啦，煙火味十足啊。第五，入住酒店配備泳池，自由暢玩，落水消暑一流啊。第六，全程冇乜景點嘅，就算有，都係喺室內，風涼水冷，嘆不停啊。第七樣嘢，第二日我哋晏啲出發，行程安排 hea 住遊。第八，仲有報名嘅累積優惠，有邊啲優惠？評論區打 hea 住遊，我哋即刻發詳細嘅行程俾你。平台收唔到信息唔使驚喎，私信留低你嘅 WhatsApp，我哋有專人咧直接同你傾，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直接到我哋美味假期分行報名啦。